每一天，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仔日是8月15，诗篇56篇12节安尼讲：上帝啊，我要照我你所希愿，对你献谢阮的祭。三甲来祈祷，愿要献谢阮的祭的天父，愿感谢你，主啊，你是赏赐智慧甲聪明的全能上帝，主啊，你是赐落恩典甲疼痛的慈爱天父，主啊，你予沙漠出水泉，你伫旷野开道路，主啊，你予飞鸟无种做也通食，予花蕊无芳质也通穿。主啊，你搁较疼痛阮，予阮伫逐项有教业，搁丰盛。因为你的疼是遐尼长、宽、悬、深。主啊，阮常常向你祈祷，阮逐时摆列阮的恳求。主啊，感谢你照你的旨意，成阮所希愿。主啊，阮的祈求你有听见，阮要照阮你所希愿，对你献谢阮的祭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。阿们。耶稣听你，赐你平安。